Hello，歡迎大家收聽。我想和你慢慢活。朝早接收嘅第一波資訊，會直接影響我哋大腦嘅預設模式，所以邀請大家將朝頭早起身之後嘅習慣換成5分鐘嘅大腦按摩，用一個簡單嘅冥想練習，提升每朝嘅皮質醇水平，幫你嘅身心重新開機。而家，請你先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喺度，又或者瞓低，慢慢咁樣合埋你嘅雙眼。第一步，我哋會先放鬆身體，令自己可以紮根於當下。吸氣，我感受吸氣；呼氣，我感受呼氣。感受吸，感受呼。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身體；呼氣，感受空氣離開身體。吸氣，進入；呼氣，離開。第二步，我哋會做一個感恩嘅呼吸。吸氣嘅時候，諗下你今日最期待嘅一件事；呼氣嘅時候，細細聲咁樣講多謝。吸氣，諗一件今日期待嘅事；呼氣，講一聲多謝。維持呢一個期待嘅心情，慢慢咁吸氣，慢慢咁呼氣。
而家慢慢咁樣將專注力放返去成個身體，可以喐一喐你嘅手指或者腳腕，或者你可以伸一個懶腰，大力咁樣吸一啖氣，然後將身體入面嘅空氣呼晒出嚟。多謝自己今日撥咗5分鐘嘅時間，留意自己嘅呼吸，感受自己嘅呼吸。接住落嚟，希望你帶住呢份心情去迎接你今日最期待嘅事。我哋聽日再見。